PG 237少见鸿书知无将议增兵急攻，城中粮谷已尽，外无强。就鸿自度必不免，忽立誓谓曰：袁氏无道，所图不轨，且不救鸿郡将。鸿于大义不得，不死，今诸军无事空于此祸。可先城未败，将妻子出。将立市民皆垂泣曰：民府与袁氏本无怨隙，今为本朝郡将之故，自致残困，利民何忍当舍民府去也？初上绝蜀主金角，后无可复食者。主不起内储米3斗，请中分烧以为糜粥。鸿叹曰：独食此何味？始作薄粥，悉分后之，杀其爱妾以食将士。将士咸流涕，无能养士者，男女7、8千人相枕而死，莫有离叛。城县少生直鸿，少肃亲鸿，盛世为慢，大会诸将见鸿，谓曰：臧鸿，何相负若此？今日弗位。鸿据地称目曰：诸袁氏汉4世武功，可谓受恩。今王室衰弱，无服役之意，欲因忌讳，希冀非望，多杀忠良以立奸威。鸿亲见呼张陈留尉兄，则鸿辅军亦夷魏帝，同共角力，为国除害，何谓永熙官人？屠灭袭鸿历烈，不能推任，为天下报仇，何谓服乎？少本爱鸿，意欲令屈服援之，见鸿辞妾之中不为己用，乃杀之。一鸿一人陈荣少尉书生，亲慕鸿，随鸿为东郡城。城未败，鸿遣出，少令在座，见鸿当死，其谓少曰：将军举大事，欲为天下除暴，而专先诛忠义，岂合天意？臧鸿发举魏郡将，奈何杀之？少残左右使人牵出，谓曰：汝非臧鸿仇，空腹尔威。荣故曰：夫人亦其有常，道之则君子，备之则小人。今日宁与臧鸿同日而死，不与将军同日而生。复见杀在少，作者无不叹息，且相谓曰：如何一日杀2烈士？先是鸿遣司马2人出，求救于吕布。李还、程以献皆负敌死。注意徐熙三国评曰：鸿敦天下民意，救救君之为其恩。PG 238足以感人情，亦足以立薄俗。然袁义知己亲友至魏州郡，虽非君臣，且识盟主，既受其命，亦不因二。袁、曹方穆家府王氏、吕布反复无益，志在逆乱，而邈超善吏部魏州牧其于王法，乃一罪人也。曹公讨之，袁氏弗救，谓非礼也。鸿本不当救援请兵，又不当还未怨仇。为鸿计者，苟力所不足，可奔他国以求复救。若谋立未斩以待事机，则宜徐更关信孝。死于超，何必誓守穷城而无变通？生死铁明，功名不立，良可哀也。评曰：吕布有枭虎之勇，而无因其之略，轻剿反复为例。是自古及今，未有若此不一灭也。袭汉光武谬于庞蒙晋，魏太祖亦避于张邈。知人则折为帝难之，信矣。陈登、臧鸿并有雄气壮节，登将年素允，功业未遂。鸿以兵弱敌强，劣质无力，习哉。PG 239三国志卷8魏书8二公孙陶4章传第8。公孙瓒字伯圭，辽西令之人也。令因郎定反，知因起而反。魏郡门下书左有资仪大阴生，侯太守弃之，以女妻。焉亦遣一卓郡卢植读经，后复魏郡吏。刘太守作事征一庭，魏赞为御车，深植土养。及刘喜日南，赞聚米肉于北邙上。季先人举商著曰：昔魏人子，今魏人臣，当诣日南。日南
瘴气或恐怖还与先人辞于此。再拜慷慨而起，实践者莫不虚兮。刘道的涉还，暂以孝廉卫郎除辽东属国长史，常从。数十骑出行赛，见鲜卑数百骑，暂乃退入空庭中，曰其从其曰：今不冲之，则死尽矣。暂乃自持矛，两头施刃，持出刺胡，杀伤数十人，一亡其从其半，遂得免。鲜卑诚爱，后不敢复入。塞迁魏卓令，光和中，凉州贼起，发幽州屠其3000人，驾赞。都行事传，使将之。军到冀中，于杨张纯右辽西乌丸丘立居。本叛劫掠冀中，自号将军，二略立明公右北平，辽西属国。诸城所至残破，赞将所领追讨纯等有功，迁其都尉。蜀国乌丸贪治王律种人亦赞将，迁中郎将，封都亭侯，进屯蜀国。与胡相攻击5、6年，丘立居等超略清、徐、幽、冀4州被齐。害赞不能御，注一点略曰：赞性辩会，每白事不肯稍入，常总说数曹。是吾有望物，太守其奇才。注29州春秋曰：纯自号弥天将军，安定王。PG 240。朝议以宗正东海刘伯安既有的义，袭为幽州刺史，恩姓刘。者戎狄附之，若使政府可不劳息而定，难以留于为幽州牧。亦于道遣使至湖中，告以利害，则使宋纯守。丘立居等闻，于至喜，各遣意自归。赞害于有功，乃因使人绞杀胡使。胡知其情，咸行一隅。于上罢诸屯兵，但留赞将不齐万人屯右北平。纯乃弃妻子，逃入鲜卑，为其客王正所杀，宋守一隅。封正为列侯，于以功即拜太尉，封襄奔侯。二会董卓至，洛阳迁于大司马，暂奋武将军，封季侯。注意吴书曰：于东海公王之后也。遭事衰乱，又与时。主疏远，是县尉护曹吏，以能置身奉职，召魏郡吏，以孝廉尉郎，累迁至幽州刺史，转甘陵乡，甚得东土戎狄之心。后以疾归家，常将申引曰：与一党周驴同乐共叙，等其有无，不以名。魏自书，相取咸共宗之。时相取有所诉讼，不以义利，自投于平之。予以情理为之论判，皆大小尽从，不以为恨。常有失牛者，骨体毛色与鱼牛相似，因以为是，于便推与之。后主自俄本牛，乃还谢罪。会甘陵复乱，立民思于治行，复以为甘陵乡。甘陵大治，征拜尚书令光禄勋，以公族有礼，更为宗正。英雄记曰：于魏博平令，治政推平，高尚淳朴，境内无盗贼，灾害不生。石陵县接壤，蝗虫未害，治伯平界，非过不入。魏书曰：于在幽州，清净简约，以礼义化民。灵帝时，南公灾，历迁补州郡者，皆责铸制工钱，或1000万，或2000万。富者以私财变，或发明钱以备之；贫而轻慎者，无以充条，或致自杀。灵帝以于清贫，特不使出钱。注二英雄记曰：于让太尉，因见忏尉赵模，益州牧刘焉。豫州牧黄婉，南阳太守杨旭，并任魏公。PG 241。关东御兵起，卓遂节地西迁，征于魏太傅，道路格塞信。命不得志，袁绍、韩复义以为少帝至于奸臣，天下无所归心。于宗室之名，民之望也，遂推于魏帝。遣使议于中不肯受。绍等复劝于领尚书事，承制封拜，于又不听，然有与绍等联合。
亦于子和卫侍中，在长安。天子司东归，使和卫逃着，前出武关一隅，令将兵来迎。何到今袁术，未说天子意。术立于魏园，留何不遣，许兵至巨溪，令何卫书于得何书，乃遣数千骑议和。赞之术有意志，不欲遣兵止于不可。赞据术闻而怨之，亦遣其从弟越将牵其义术以自节，而因教术直和夺其兵，由是于赞亦有隙。何逃术来北复，魏少所留。注一九州春秋曰：少副使故乐浪太守甘陵张其机义于使即尊号。于厉声喝其曰：卿敢出此言乎？忠孝之道，既不能继，孤受国恩，天下扰乱，未能竭命以除国耻，望诸州。郡列一之是角力西面，原营右主，而乃妄造逆谋，欲屠污忠臣。邪？吴书曰：复以书与袁术，云帝非孝灵子，欲依将冠诸。废少主，迎历代王故事，称于功德至行，华夏少二当今公事。之属皆莫能及。又云：挟光武去定王武士，以大司马领和。北耿弇、冯异劝及尊号，足代更始。今刘公自公王之别齐。数义武以大司马领幽州牧，此其与光武同。是时有四星会，于基尾复称谶云神人将在宴分。又言既因男子王定的玉印，文曰于魏天子。又见2日出于代郡，位于当代立。少又别，书报数。是时数因有不臣之心，不立国家有常主，外托公义以达据之。少亦使人私报于以国有正统，非人臣所宜言，故辞不去。乃欲图奔匈奴以自绝，少等乃止。于是奉职修贡寓意 PG 242。公诉诸外国羌胡有所贡献，道路不通，皆未传送至之今。是时数遣孙坚屯阳城拒卓，少使周昂夺其楚。数遣越语，监公昂不生，越为刘石所终死。赞怒曰：余弟死，或起于少。遂出军屯盘河江以报。少惧，以所配渤海太守应受赞从地犯，遣之郡欲以节。范遂以渤海兵助赞，破清徐黄金，兵益盛。晋军界桥，亦以严纲为冀州，田凯为青州，丹津为兖州，至诸郡县。少军广川，令将取义先登与赞战，生秦刚。赞军败走渤海，与范据还记于大城东南筑小城，与余相近，稍相恨望。注一点略载赞表少罪状曰：陈文皇昔以来时有君，臣上下之事，彰化以导民，刑罚以尽暴。今行车骑将军袁绍，脱其先轨，寇窃人爵，纪性暴乱，绝行淫秽。袭位私立校尉，会执国家丧祸之际，太后承赦，何事辅政，少专为邪魅不能。举职致令丁原焚烧孟津，招来董卓，造魏乱根，少罪亦也。卓既入洛而主见职，少不能全决以继君父，而弃置劫船，迸窜逃亡，舔入绝命，背上不忠，少罪二也。少为渤海太守，莫选。戎马当攻董卓，不告父兄，致使太傅门户、太仆母子一旦，而必不仁不孝，少罪三也。少继新兵，设立2年，不恤国难，广自封职，乃多以资粮专为不及，割拨赋税，收考则钱，百姓欲皆莫不痛怨，少罪四也。韩父之破，窃其虚位，剿命诏恩。贺金印玉玺，每下文书，造囊诗简，文曰诏书一封，抗乡侯。印抗口浪反，袭兴世之乱，见以极真，今少所失，女儿方知少罪无也。少令崔巨业后世新日，才获禄仪与共饮食。
克其会合公超郡县，此起大臣所当一位。少罪六也。少与故 PG 243。虎牙都尉刘勋守共造兵，勋仍有效，又降服张扬，而以小分往。害于勋，信用谗特，杀害有功，少罪七也。少右上顾上古太守，高焉故甘陵乡遥贡，横则其前不被毙，二人并命，少罪八也。春秋之役，子以母贵，少母亲未必使，少时为谏不可。以为人后，以义不疑，乃据封龙之重任，舔污王爵，损入元宗，少罪九也。又长沙太守孙坚，前领豫州刺史，驱走董卓，扫除灵庙，其功莫大。少令周昂道居其位，断绝奸粮，令不得入。使卓不被诛，少罪十也。陈幼美的后将军袁术书云少非数类也。少之罪力，虽南山之竹不能载。袭击周正若，王道凌迟。天子迁都，诸侯背叛，于是其还立科亭之盟，晋文魏建土之会。伐荆楚以至金毛诸曹，颤以张无礼。臣虽踏荣，名非先贤。蒙被朝恩当此重任，直在夫岳奉辞伐罪者，与诸江州郡兵郝绍等。若是克节罪人私得数续还，文中承之效攻战行状前后续上，遂举兵与少对战，少不胜。余惧战未变，遂举兵袭战。余为战所败，出奔居庸。战功，拔居庸，生获于执于还济。惠卓死，天子遣使者断训增于邑。都六州，暂迁前将军，封义侯。赞乌于欲称尊号，挟训斩于一赞上训为幽州刺史。赞遂交金，既过妄善，多所贼害。二余从事于阳先于府、齐州、齐都尉先于营等绿州兵预报。赞以燕国言柔素有恩信，共推柔为乌丸司马。柔招诱乌丸，鲜卑得胡汉数万人，与赞所至于杨太守邹丹战于路北大，获之，斩丹。袁绍又前取一级于子和，将兵于府和及赞。赞军数败，乃走还一经固守。三位为堑石重，于堑里筑金，皆高五六丈，为楼其上。中堑为金，特高10丈，自居焉，击鼓300万斛。自赞曰：昔为天下事可指挥而定，今日事之，非我所决，不如修兵，立田蓄谷。兵法百楼不攻，今无楼鲁千众。PG 244。时尽此谷，足知天下之事矣。欲以此避少，少遣将攻之，连年不能拔。武建安4年，少西军为之。赞遣子求救于黑山贼。复欲自江图其直出，傍西南山，永黑山之西，陆梁冀州，横断。少后，常使关进说赞曰：今将军将士皆以土崩瓦解，其所以能相守持者，故练其居除老小，以将军为主耳。将军坚守旷日，袁绍要当自退。自退之后，四方之西必复可和也。若将军今舍之而去，君无阵众，亦今之为可立待也。将军失本孤在曹也，何所成邪？赞遂止不出。又救至，欲内外及少，遣人于子书克其兵至，举火未应。七少侯者的其书如其举火，赞以为救兵至，遂出欲战。少设伏击，大破之，复还守。少谓地道，屠坏其楼，烧至中京。八赞自知必败，尽杀其妻子，乃自杀。9著一位是春秋曰：初，刘虞合及戎狄，赞以狐疑难御。当因步兵而讨之，今加财赏，必益轻汉，效一时之名，非久长。深虑，故于所赏赐，赞者超夺。余数请会，称疾不往。至是战败，余欲讨之，告东曹苑右北平人谓忧。忧曰：今天下引领，
以功未归，谋臣爪牙不可无也。赞文武财力足士，虽有小恶，故宜容忍。乃止。后1年，忧病死。余又与官属议逆，令西袭赞。赞不取，放散在外，自据拜绝东城门欲走。余兵无不武不袭战，又爱民屋，敕令勿烧。故赞的放火，因以精锐冲突。于西大溃，奔居雍城。赞攻击家属以骸，杀害州府一冠善士殆尽。典略曰：赞报于世而著曰：若应为天子者，天当降雨救之。时盛暑近日不雨，遂杀鱼。英雄记曰：鱼之见杀，故常山乡孙景、愿张毅、张赞等忠义奋发，相与救鱼。骂赞几口，然后同死。注2英雄记曰：赞统内外，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一使。P.G. 245。困在穷苦之地，或问其故，答曰：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贵之，皆自以为直当得之不谢人善也。所宠欲骄恣者，类多庸耳。若故补数士刘伟台、范曾李夷子、贾仁乐、何当等3人，与之定兄弟之事，自号魏伯。谓3人者为众熟记，父皆具义，或取其女以配己子，常称古者。曲州灌婴之属以辟也。注3英雄记曰：先是有童谣曰：雁南垂，照北霁中，央不何大如力，唯有此中可避世。赞以义当之，乃驻京固守。赞别将有为敌所为，亦不救也。其言曰：救一人，使后将事就不力战。今不就此，后将当念，再自勉。是以袁绍使北极之时，赞南界上别营自度守则不能。自故又知必不见救，是以或自杀其将帅，或为绍兵所迫，遂令绍军进至其门。陈松之以为童谣之言，无不皆验。至如此计，似若无争。谣言之作，盖令赞忠实保义，无事远略。而赞因破黄巾之威，抑制张远，遂至3州刺史，屠灭袁氏，所以致败也。注4英雄记曰：赞诸将家家各作高楼，楼以千计。赞作铁门，居楼上，平去左右，必窃视册及上文书。注5汉晋春秋曰：袁绍与赞书曰：孤与足下，既有钱。蒙就要深以讨乱之事，爱过夷孰分者丹青，魏魏吕立同。鬼族种齐，晋故解应士服，以北代南，分割高于，以奉职。是此非孤赤秦之明艳邪？其物足下弃烈士之高义，寻祸亡之。显宗辍而改律，以好意愿，道遣士马，犯报豫州。使文甲卒。在南亲临战臣，据于非使迸流，狂刃横疾，以重足下之祸。徒曾孤子之旧姓也，故未见书恳策，即可改悔。而足下超然自意惊其威诈，为天王可吞，豪雄可灭，果令贵帝允于风。任之端，斯言犹在于耳，而足下曾不寻讨或援，克心罪己苟。欲惩其无疆之怒，不顾逆顺之经，逆愿害民，聘于愚公。岁月 P.G. 246。马控贤除我疆土，独昧声名，孤言白骨。孤辞不惑以登界桥之意。是时足下兵器停阵，骏马电发，胡师徒赵和机械。不言强弱疏科，西寡议论，驾天之柱，小战大克，遂临灭奔。备因雷管鼓，此非天威匪臣，扶风有礼之符表乎？足下至游，魏燕乃复纠合于境，虑我谋贼，以焚若渤海。孤又不惑宁，用及龙河之师，雷兵前右，大军未济，而足下胆魄西散不鼓，而败兵西扰乱，君臣并奔。此又足下之位，非孤之救也。4此以后，或系弥深，孤之士旅不生其分，遂至击师未经头。卢满也，民彼无辜，未尝不慨然失涕也。
后彼得足下书此意。婉曰：有改往修来之言。胡寄心于旧好客父，且悯赵明之不宁。每者引师南驾，以顺简书。服营一时，而北边与习之文未尝。无志，孤是用痛心疾首，弥所错情。夫楚三军之帅，当列将之。润一令怒如严霜，喜如时雨，脏痞好恶，坦然可观。而足下二三奇的强弱一谋，急则取功，缓则放逸，行无定端，言无只要为壮士者故若此乎？既乃残杀老弱，忧土愤怨，惜叛亲，离截然无党。又乌丸会墨皆足下同州仆与之书俗各，愤训激怒，争为锋锐。又东西鲜卑，举种来附，此非孤德所能。昭乃足下屈而治之也。夫当荒为之事，处干戈之险，内为同。盟之事，外施戎狄之心，兵兴周壤，或发萧强，将以定霸布。亦难乎？前以西山陆梁出兵平讨，会取一余残，为诸逃命。故遂驻大军，分兵扑荡，此兵孤之前行，乃借桥牵其拔垒，先登制敌者也。使闻足下捐金于此，命以元帅，未当因资奋发。以报孟明之耻，是故战夫引领，耸望金佩，怪岁寒光一影疾。而无闻，足真屠灭，相未习之。夫有平天下之怒，息常事之功。原欲师徒，待养戎马，叛者无讨，服者不收，危怀病丧，何以立名？今就今克复，天网云捕，罪人思亡，中干异化，华夏眼。然望于木之作，将及干戈，放散牛马，足下独何首区区之事。PG 247。保军内之广，干恶民以速朽，王令得之久长。壮而酬之，非良策也。一是汉除贤，敦我就好。若私言之殿，皇天是闻。赞不达而增修容备。谓关进曰：当今四方虎争，无有能作无。城下相守今年者明矣。原本出其若我何？著六英雄记曰：关进自是起，太原人。本酷吏也产儿。吴大谋特为赞所信信。著七典略曰：赞遣行人闻则赍书告子胥曰：元氏之功。似若神鬼，鼓角鸣于地中，踢冲五吴楼上。日穷月促，无所聊。赖汝当岁守于张燕，素至清寂。道者当起烽火于北，吾当从。内出，不然吴王之后，天下虽广，若欲求安足之地，岂可得乎？献帝春秋曰：赞孟继成崩之必败，乃遣贤使与叙书。少后者得之，使陈琳更其书曰：盖闻在袭衰周之事，将户流血，以为不然，岂亦今日身当其冲。其余于语典略所载。同著八英雄记曰：袁绍分部攻者，绝地未到，穿血其楼下。稍稍失木柱之，度足达半，便烧所失之柱，楼则倾倒。著九汉晋春秋曰：关进曰：吾闻君子献人于为，必同。其难，岂可独生乎？乃策马负少君而死。绍西送其首于许，先于辅将其西奉王命，以辅为建中将军，督幽州六郡。亥，卒与袁绍相聚于官渡，颜柔遣使议太祖受事，迁护乌丸校尉。而辅申议太祖，拜左度辽将军，封亭侯，遣还镇抚本州。一，太祖破南皮，柔将不取及鲜卑县民马以奉军，从征三郡乌丸，以功封关内侯。而辅亦虑其西从。文帝见作，拜服虎牙将军。柔度辽将军，皆进封县侯。魏特进著一位略曰：辅从太祖于官渡。袁绍破走，太祖喜故。PG 248。魏辅曰：如前岁本初送公孙瓒头来，孤自是忽然耳，而今克之。此即天意，亦二三子之力。
注二位略曰：太祖甚爱颜柔，每谓之曰：我是亲如子，意欲亲视我如父也。柔有此字托于武关将如兄弟。陶谦字公祖，丹阳人，亦少好学，谓诸生，是周少举。茂才除卢令2000幽州腊使，征拜一郎，参车骑将军张温。军事西讨韩遂，三会徐州黄巾起，以迁为徐州腊使及黄巾，破走之。董卓之乱，州郡起兵，天子都长安，四方断绝。迁遣使贤行至贡献，迁安东将军，徐州牧，封溧阳侯。是时，徐州百姓殷盛，谷米丰善，流民多归之。而迁被道任秦、广陵。太守爷携诏谕，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荐书。四曹洪等谗特，小人也迁亲任之。行政失和，良善多被其害，由是渐乱。夏，裴缺宣自称天子，迁出与何从寇超，后遂杀宣，并其息。注意吴书曰：迁父故于尧长。迁少孤，时以不击文于县中。年14，由坠帛未藩，乘竹马而系，邑中儿童皆随之。故苍梧太守同县干公出狱之途，见其容貌，一而呼之，助车与甚悦，应许妻以女。干公夫人闻之，怒曰：妾闻陶家儿敖戏无度，如何以女许之？公曰：彼有其表，常必大成。遂妻之。注二吴书曰：谦信刚直，有大节，少察孝廉，拜尚书郎。除书令，郡守张盘，同郡先辈，与谦父有一书亲之而谦耻，谓之屈。与西还城，因以公事进谏，作罢，盘常思还入与谦迎宴，或拒不未留。常以吾属谦，谦不为起，故强之。及午，又不转。盘曰：不当转邪？曰：不可转，转则圣人。由是不乐，足以构系。谦在 PG 249。关清白，吾以纠举辞零星，有银钱500，欲以赃之。谦委官而去。注三吴书曰：会西羌寇边，黄甫松魏征西将军，表请武将。赵拜迁阳武都尉，与松争羌，大破之。后边章韩遂未乱，司空张温贤命征讨，又请谦为参军事，皆欲甚厚，而谦轻其行。是心怀不服，集军罢海，百僚高会，温属谦行酒，谦悉入温。温怒，喜谦于边。或说温曰：陶公族本以才略见重于公，一朝以罪饮过失，不蒙容待。元气不毛，厚德不忠，四方人士安所归望？不如是汉除恨克，复出分与以远闻得美。温然其言，乃追海谦。谦至，或诱，谓谦曰：足下侵入三公，罪自己作，今蒙事又得莫后矣。一将至卑辞以谢之。谦曰：诺。又谓温曰：陶公祖今身自罪责，思在变革。谢天子礼毕，必诣宫门。公一见之，以为其意。时温于宫门见谦，谦仰曰：谦自谢朝廷，岂为公邪？温曰：公祖吃病尚未除邪？遂谓之置酒，待之如初。注四谢成后汉书曰：欲年13，母常病，经舍3月。欲惨期消极，至目不交结，卧宿出过，祈祷气血，乡党称其效。就处事东莞骑冠军受公扬传，兼该偶业。至历年前至，不窥园。虎亲户悉见其面。时入定省父母，须臾即还。高洁廉政报。礼而立，清因眼客，莫干其志。今善以心化，单邪以矫俗。周郡请诏，常称病不应。国相谈摩，臣尊共召不起。或心盛怒，终不回议。举孝廉，除举常，宣扬武教，正为国表。会黄巾作乱，陆梁5郡，郡县发兵，以为先办。徐州刺史八职表功第一。
当受亲赏，欲深以为耻。伪官海家。徐州木陶迁出辟别驾从事，辞疾训顿。迁重令扬州从事会稽吴范宣旨，欲守义不疑。欲威以刑罚，然后乃起。举茂才迁广陵太守。贼泽荣从临淮建讨。PG 250，迸入郡界，欲将兵拒战，败击见害。初平4年，太祖征迁，攻拔10余城，至彭城大战。迁兵败走，死者万数，泗水为之不流。迁退守坛。太祖以粮少引军还。义兴平元年，复东征，略定狼胁东海诸县。迁恐欲走归。丹阳。会章邈叛迎吕布，太祖还疾部。是岁，迁病死。2. 注意吴书曰：曹公父于泰山被杀，归咎于迁。欲伐迁儿，为其强，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。诏曰：今海内扰攘，州郡起兵，征夫劳瘁，寇难为米，或将力不良，因援讨捕，轻侮黎民。离害者息。风声流闻，震荡成邑，丘强聚于横暴，真良化为偶。此何一乎暴兴旧坟，善火止废灾。今四民流移，脱身他方。昔白首于山野，弃稚子于沟壑，故乡而哀叹，向阡陌而流涕。饥饿困苦，亦已甚矣。虽回亡者之弥谬，思奉教于今日，然兵连西节，封敌不也，恐一朝解散，细见细鲁，是以阻兵屯聚，欲止而不敢散也。诏书道：其各罢遣甲士，还清农桑为流常。元历以公官署，卫士远近，贤使闻之。迁被诏，乃上书曰：臣闻怀远柔服，非德不及；克难平乱，非兵不济。是以着陆、阪泉、三苗之野，有五帝之师，有户、鬼方、商。焉四国有王者之法，自古在习，未有不扬威以米乱，政无以止。暴者也。臣前出以黄巾乱治，受策长驱，匪黄其处。虽宪章敕，借奉宣威灵，进行天诛，每罚折克，然腰扣肋息，殊不畏死。父兄坚毅，子弟群起，至屯联兵，至今未换。若成命解甲，若国自虚，是武备以资乱，损官威以易寇，今日兵罢，明日难避。至上舔朝廷宠受之本，下令群凶日月滋慢，非所以强干弱之，恶止乱之物也。臣虽于弊，终数不招，报恩念报，所不忍行。折勒不取，申令警备。出山强寇，唯利是事，入宣德则供奉。PG 251，执事绩效为劳，以赎罪负。又曰：华夏废扰，于今未米。包茅不入，职贡多缺，物昧忧叹，无日感宁。诚思贡献必至，见修或通，然后萧锋解甲，臣之愿也。臣前调谷100万斛已在，水次折赤兵颤送。曹公的迁上士之不罢兵，乃进攻彭城，多杀人民。迁引兵击之，青州刺史田凯亦以兵救迁。公引兵还。陈松之案，此时天子在长安，曹公尚未秉政，罢兵之诏不得。由曹氏出，著二吴书曰：迁死时，年63。张昭等为之哀辞曰：一于使君、君侯将军，因秉义的允吴允文，体足刚直，手以温仁，令书及卢，遗爱于民。慕幽季徐，甘棠弑君，景仪。莫赖侯以亲，蠢邀寇，匪侯不宁。为帝念基，绝命以彰。既穆且侯，其土溧阳。遂升上江，授号安东。江平势南，社稷。是崇，将年不勇，掩乎卒薨，丧父失事，民之困穷。曾不旬日，五郡溃崩，哀我人思，江水养平。追思米瘠，养教黄穷。呜呼！哀哉！迁二子商、应皆不是。张扬自治蜀，云中人也。以吴勇给并州，为吴猛从事，
陵帝末天下乱，帝以所宠小黄门简硕为西原上军校尉，军京都。欲以御四方，征天下豪杰，以为偏避。太祖及袁绍等皆为校尉。属之。一并州刺史丁原遣杨将兵义硕，未驾司马。灵帝崩，硕为何进所杀。杨复为晋所遣，归本州募兵，得1000余人，因留。上党及山贼。晋败董卓作乱，杨遂以所将攻上党太守于胡，关不下，略诸县，西至数千人。山东兵起，欲诛卓。袁绍至，河内杨与绍合复与匈奴单于于夫罗屯漳水。单于欲叛绍，杨不从。单于执杨与俱去，绍使将取义追击于雁南，破之。单于执杨至黎阳，攻破度辽将军耿止军，西复镇。卓以杨为建议，将军河内太守 PG 252。天子之在河东，杨将兵至安邑，拜安国将军，封晋阳侯。杨欲迎天子还洛，诸将不听。杨还也亡。建安元年，杨奉董承韩先辖天子还就京粮伐。杨以粮营道路，遂至洛阳。谓诸将曰：天子当与天下共之，幸有公卿大臣，杨当汉外难。何事京都？遂还也亡。即拜为大司马。二杨素与吕布善，太祖之为部，杨欲救之不能，乃出兵东市，姚魏之事。其将杨丑杀杨以应太祖。杨将虽故杀丑，将其西，欲北和袁绍。太祖遣使患妖疾，破之于犬城，斩故尽收其西也。三注意灵帝纪曰：以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，屯其校。魏豹宏为下军校尉，一郎曹操为典军校尉，赵荣、冯方为驻军校尉，夏谋、淳于琼为左右校尉。注二英雄记曰：杨信仁和，无威行。下人谋反，发觉，对之涕泣，折缘不问。注三典略曰：故自白兔，既杀杨丑，军屯射犬。时有乌，借故曰：将军自兔而此亦名犬，兔见犬，其势必惊，疑即疑。去，故不从，遂战死。公孙度自生计，本辽东襄平人也。杜复言，必立居玄兔，任杜为郡吏。时玄兔太守公孙玉子豹，年18岁，早死。杜少持名报，又与玉子同年，遇见而亲爱之，遣就师学，未娶妻。后举有道，除尚书郎，稍迁冀州刺史，以谣言免。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，见杜为辽东太守。杜起玄兔小吏，为辽东郡所亲。先时蜀国公孙昭守襄平，令赵杜子康为武长。杜道官收昭吃杀于襄平市。郡中民豪大姓田少等素遇无恩，皆以法诛，所夷灭100余家，郡中镇立。东伐高句丽，西及乌丸，威行海外。初平元年，杜之中国。PG 253。扰攘与所亲历柳毅、杨仪等曰：汉作将绝，当与诸卿图往耳。一时襄平沿里射声大，时长丈余，下有3小时未知足。或谓杜曰：此汉宣帝冠时之降，而李明与先君同。社主土地，民当有土地，而3公未服也。杜亦喜，故河内太守李敏，郡中之民恶杜所谓，恐未所害，乃将家属入于海。杜大怒，绝其父，以剖棺焚尸，诛其宗族。二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，至太守。越海收东来诸县，至瀛州刺史，自立为辽东侯，平州牧，追封复延为建义侯。立汉二祖庙，承制设坛善于襄平城南，交祀天地，借田治兵。城栾路、九流、矛头与旗。
太祖表杜为武威将军，封永宁乡侯。杜曰：我王辽东何永宁也？藏应寿武库。杜死，子康嗣。魏以永宁乡侯封地公，是岁建安9年也。注一魏书曰：杜与义宜趁书云孙登当为天子太守信公孙，自生计，生即登也。注二晋阳秋曰：明子追求敏出塞，月20余年不娶。周礼徐邈则之曰：不孝莫大于无后，何可终身不娶乎？乃娶妻生子婴而遣妻，常如居丧之礼，不生忧，数年而卒。应生不是父母，即有事，书时哀妻亦如3年之丧。以祖父不知存，王社主奉之。由是之名，是至司徒。陈松之案，本传云闽江，家入海，而父与子相失，未详其故。12年，太祖征3郡乌丸，屠柳城。袁尚等奔辽东，康斩。宋上首，与在武纪，封康襄平侯，拜左将军。康死，子晃冤。本皆小，西立公为辽东太守。文帝见作，遣使即拜公为车骑将。PG 254，君嫁节，封平郭侯，追赠康大司马。初，公病因骁卫燕人，列若不能治国。太和2年，渊挟夺，公位。明帝即为拜渊阳烈将军、辽东太守。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陆仪，一权遣使张弥、许彦等击金玉珍宝，立渊为燕王。渊亦恐权远不可视，且贪货物，诱至其使，西斩宋弥。燕等守2明帝于是拜渊大司马，封乐浪公，持节领郡儒。故3使者至，渊设甲兵为君臣，初见使者，又数对国中兵。客出恶言。4景初元年，乃遣幽州刺史吴秋俭等击喜书征渊。渊遂发兵，逆于辽遂与简等战，简等不利而还。渊遂自立为燕王，置百官有司，遣使者持节驾鲜卑单于喜，封拜边民，又呼鲜卑，侵扰北方。52年春，遣太尉司马宣王征渊。6月，军至辽东。6渊遣将军卑兖、杨作等不齐数万屯辽遂，围堑20余里。宣王军至，令兖逆战，宣王遣将军胡遵等急破之。宣王令军川围，引兵东南，向而及东北，急趋襄平。兖等恐襄平无守，夜走。诸军进至，守山，渊复前兖等营军殊死战。复及大破之，遂进军造城下，未为堑。会淋雨30余日，辽水暴长，运船自辽口进至城下。余计其土山修鲁，未发10连弩射城中。渊窘急，梁晋人相识，死者甚多。将军杨作等将8月丙寅夜，大流星长数10丈，从守山东北坠襄平城东南。壬午，渊西溃，与其子修江树，摆其图为东南走，大兵急之，当流星所坠处，斩渊父子。城破，斩相国以下手及以千数，传渊守洛阳、辽东、代方。乐浪玄兔西平。注意吴书载渊表权曰：臣服为遭天地反意，欲无忘之。运王禄未移，亲侧扰攘。自先人以来，历世汉魏皆元纪。会为国孝节，济世享任，得手反表，由之服命未有攸归。美 PG 255，感厚恩，平入贤使，退念人臣交不越境，是以固守所职，俱为前使。虽亦无二姓，感望大恩。陛下政府常存小国，前后陪校尉、葛都尉等道，奉备敕。借圣旨弥密，众完累肃，幽冥备着，所以身世之事，言提其。2臣昼则欧淫，宵则发梦，终身诵之，至不知足。寂寞凶荒，
乾坤否塞，兵革未及，人民荡息。仰此天命将有眷顾，思从一。于永瞻云日，今魏家不能采录忠善，包功臣之后，乃令缠斗的。行其志，听幽州刺史东莱太守狂物之言，违兴州兵，屠害臣。训臣不复位而未决之，盖闻人臣有去就之分。田饶是其乐意走诏，以不得事主，故保有道之君。陈平耿况亦因时变，卒归于汉，乐明帝疾。夫为陛下的不再出，时不视欲，是以楼楼怀木自纳，望远视险，有如敬意。承院神摩早定红叶，奋六师之事，收河洛之地，为圣代宗。天下幸甚，谓略曰国家之渊两端，而恐辽东立民为渊所误。故宫文下辽东，因设之曰告辽东，玄兔将校立民，逆贼孙权遭。欲乱皆因其先人劫掠州郡，遂成群凶，自善江表，含垢藏疾。既其可化，故割地王权，使南面称孤，为以上江，离以久命。权倾插手，北向击嗓。嫁人臣之宠，受人臣之荣，未有如权者也。狼子野心，告令南夷，卒归反复，被恩叛主，滔天逆神，乃敢建号。是江湖之险阻，王诸未家。彼年以来，复原浅船，越渡大海，多持货物，狂诱边民。边民无知，与之交关，常立以下，莫肯禁止。致使州贺福州百骚，审至今案冒千有无，既不一句，既以明马，又使素书随贺通好。时事之意，有忠信，献君于恶，春秋所书也。今辽东玄兔奉事国朝，欲卿托子以千百位数，待使垂英贤配应受，曾无匡正纳善之言。归欲毁于桥，虎四出于峡，是谁之过于？国朝为子大夫，修之。习糊涂有言，父教子二，何以事君？册名伪直二乃 TG 256 T 也。成今乃阿顺邪谋，胁从奸惑，企图父兄之教不详，子弟之举习非尔已哉。若描绘害田，随风烈火，至爱俱焚，安能白？别乎！且又此事固然易见，不及见古成败，书传所载也。江南海北有万里之县，辽东君臣无处替之患，利则亦所不利，贵则亦所不贵。此谓燕安乐之居，求为王之祸，见忠贞之节，重背叛之名，蛮莫之常，有志爱礼，以此事人亦难为言。且又诉书无罪，即使入吴，奉不义之使，使与家爵替弃而行。及至贺死之日，复西成山，书虽托死，魂魄离身，何所逼迫，乃至于此。今忠臣列江，协愤辽东，反复西二，皆欲成福。福海其余四邑，正为天下父母，家念天下兴定，既不欲劳动。干戈远涉大川，费役如彼，又到边陲夷于黎民，迷雾如此。故遣郎中忏慎、少茂等且先奉诏示意。若古公忠良，能效竭力，幸以辅时君，反邪旧正，以见大功，福莫大焉。行恐自嫌以为恶，逆所见染污，不敢畅言，永怀一期。其诸与贼使交通，皆设除之，与之更始。注二位略载渊表曰：臣前遣校尉诉书，郎中令孙纵。干言厚礼，以诱无贼。信赖天道扶助大卫，使此贼虏黯然迷惑。唯利群下，不从谏，诚信臣言，原遣传使多将士卒来至。封拜，臣之所执，得如本志，虽忧罪性，思怀幸甚。贼悉本号，万人，书纵四察，可7、8千人，到踏京。为使者张弥、许燕。于中郎将万泰、校尉裴前将吏兵400余人，积文书命服食物。
下到陈郡，太前别机制疑货物，欲因是马。君将贺达于资，领于西在船所。臣本欲须粮节乃取米等，而米等人兵稀多见。臣不便承受无命，亦有猜疑。据其先作变态妄生及进兵为，取斩弥、燕、太、钱等首级。其力从兵西皆是无小人给，使东西不得自由，面服起将，不忍诛杀，折听纳受，喜充边。PG 257，成别遣将韩琦等律将三军持行至榻，使领长石留远射兵主。李又请达资三军潜伏以待其下，又驱群马货物，欲与交势。拔资怀疑不下，使诸士埋者500-600人下，欲交势。其等筋骨，使阵风使乱法，斩首300余级，被创覆水没溺者可200余人。其散走山谷，来归将及藏窜饥饿死者不在数中。得银印、铜印兵器资货不可胜数。仅遣西曹院公孙恒奉送贼权所驾。陈节应受福册酒席、食物及米等未节应受首级。又曰素书孙纵前道无贼权问臣家内小大书纵对。臣有3袭，修别属王帝，权感坚巧，便善拜命。仅封送应受福册。臣虽无袭人袭耳之风，残为贼权污损所加，既行天诛，有余愤。又曰陈复康袭杀权使，节未酬系。今乃决。7以使幼稚，令权倾心，虚国节禄，远命上卿，宠受即位。震动南土，被尽礼数。又权代书纵，气阔委屈君臣上下，必欢结情。而令四使剑杀，消逝万里，是西流离，屠戮荆主，残持远步，痛入弥天。权之怨极，将克击鼓。若天衰其业，使至丧允，权将内伤奋击而死。若其运未弃，将剥毒士，必恐长。共来未寇害。徐州诸屯及城阳诸郡与相接近，如有传息后年。向海门得其消息，起诉告臣，使得被狱。又曰臣门户受恩，时深时重，自陈承设及事以来，连被荣宠，殊特无量。分当允越竭力致死，而臣狂于义计迷案，不及擒贼以至。见疑前章表所陈情去世事，时但欲罢毙此贼，使困自绝成。不敢被累世之恩，复见道之鲁也。而后爱憎之人，原是家屋，未生节目，足令民听疑于是虎。疑恩改爱，心动微怒，己至沉默，常未复舔。信赖慈恩，犹垂。3又使得补过，解除谦责。如天威远家，不见假借，早当迷。遂入先废寺，何源自明，见此为功。臣既喜于世节，得自身。斩悲于仇袭，至此变故，余不踊跃，未敢辩明。为陛下既宠。PG 258。春日生权之人，除分赛系，一米先界，推精量网，查臣本心。常令报代，咸分3权。又曰臣被服光荣，恩情未报，而以罪性，自招谴怒，分当即录，未悉赦戒。所以月典鬼常谓通于无，诚自念穷迫，报效未立，而为天威都法所加，常恐焉。忽不得自喜，故敢自缺替废于1年，前使又无知其必来权。知求郡既有年岁，出无畅达一言之应，今权的使来必不疑。至此一举，果如所归，上清大息，系贺丰盛，才获禄夷倾国。即位道见秦取，流离死亡，先有余人，灭绝不返。此诚暴华。贼之风，摧金夸之巧，昭示天下，破损其业，足以残之矣。臣知楼楼念孝于国，虽有非常之过，亦有非常之功，愿陛下原其。
缺之谦，采其过毛之善，使得国恩保全终始矣。著三位名臣奏载中，领军夏侯献表曰：公孙渊袭年敢为王命废绝济贡者，时辖两端，既士足险，又护孙权，故敢跋扈，自虽海外。素书亲见贼全军西府库，知其弱少不足平事，是以绝技斩贼之始。又高句丽、会墨与渊未仇，并未寇超。今外师无援，内有胡寇，心知国家能从陆道，是不得不怀惶惧之心。因思之时，宜遣使士以祸福。奉车都尉宗弘，武皇帝使使，奉使命开通道路。文皇帝即位，欲通使命，遣弘将妻子海归，乡里赐骑车牛圈100匹。弘以受恩，归死国朝，无有还意，岂留妻子，身奉使命。公孙康遂称臣妾，以弘奉使称义，赐爵关内侯。弘性果烈，乃兴于国，夙夜全权，念自解所。冠族子孙，少好学问，博通书，既多所官设，口论素洁，辩而不俗，复依典告，若出胸臆。家世本俊，常在人右，比方世人素所敬服。若当前使，以为可使弘行。弘乃自旧土，习其国俗，未说利害，便足以动其意。民足以见其事，才足以行之，辞足以见性。若其既从，虽立生，之将其亡，陆贾之说未妥，亦无以远过也。欲尽远路，不宜事。PG 259。其计将以堵疾，不宜废扁鹊，愿察于言也。著四无书曰：未遣使者傅荣、聂魁拜渊为乐浪公。渊既必从洛阳还，与渊曰：使者左郡伯，使皆则勇力者，非凡人也。渊由是一步。荣、魁至助学馆中，渊先以不其为之，乃入受拜。荣、魁大步，由是还落言状。著五位书曰：渊知此便非独出简，遂未备。遣使谢吴，自称燕王，求魏与国。然由令官署尚书自职于魏曰大司马。常使陈郭兴、参军陈留仆等789人言，奉备今年7月己卯诏书，服毒恳切，今破散月，不知生命所当投错。兴等服字，为省蝼蚁小丑，弃非实用，遭职千载，备受公孙渊族考以来。光明之德，惠泽张握，滋润荣华，无寸尺之功，有复成之累。遂蒙褒奖，登明天府，并以奴简傅龙托祭，欲亲托子妃。腾云梯感恩为报，死不择地。臣等闻明君在上，听政采言，人臣在下得无隐情，是以因缘速让，冒犯速翻。郡在反表，密而不讥，平息3州，转书废条，以功赏赐，遂用累役，虚号中国。然犹跋扈，前流边陲，烽火相望，与袭相待，城门骤闭，路无行人，州郡兵戈奔散覆没。渊祖父渡出来临郡，城受荒。残开日月之光，见神武之略，举乌合之名，扫地未业，威震。要于殊俗，德则备于群生。辽土之不坏，时度世赖。孔子曰：为管仲，无其被发左兼。相不遭妒，则郡早为丘墟，而民系于鲁庭矣。遗风于爱，永存不朽。妒忌烘卒，利民感慕，新代子康，尊而奉之。康健统洪绪，克状徽游，文昭武烈，迈得种人。乃兴今年义前。公左国平乱，校畿纷纭，公龙势大，勋藏王府。杜康当职。武皇帝修明之会，和策明之计，加辅汉室，降身委职，卑己事。魏肥除小燕大，威而服焉，乃木托高峰，怀养圣意也。武皇帝虚心接纳，待以不赐，公无惧系，美不见望。
又命之曰 PG 260。还北土地割以父君，世世子孙，实得有之。皇天后土，时闻得音，陈数小大，欲在下风，凤以周旋，不敢失坠。渊生有兰石之姿，少含楷替之训，允文允武，终会且直。声名清养，莫服怀爱。渊纂戎族考，君临万民，为国以礼，熟化流行读。见先因，罗结遐方，秦王之意，视显如仪，世载忠亮，不允绝。明孙权慕义不远万里，连年遣使欲自结缘，虽见绝杀。无念旧怨，先往来，求承恩好。渊直结迷故，不为力回首。至匪时，却乎迷间。犹惧担心未见保民，乃卑辞后必又至权。是萧节献国，以示无二。吾虽在远，水道通利，举凡便至。无所隔限。渊不顾敌仇之深，念存人臣之节，绝强吴之欢昭。是谓之心，领旨明鉴，普天贤闻。陛下嘉美宏烈，一资武功。但其休命，崇雅其鲁，下级陪臣，普受戒服。诚以天父之恩，方族重视，得结古功，永保禄位，不于一旦，恒备残酷。唯欲养之后，念积累之效，悲思不遂，痛切见气，举国号。豪辅因气血，夫三军所伐，蛮夷戎狄交易不前，于是至武。不闻一国反受诸讨。拜圣王之志，五服之欲，有不共职，则休。闻得而又不至，然后征伐。渊小心翼翼，克功于魏，秦侍奉，上可谓免矣。尽忠节节，还被患祸。小便之作，离骚之心，皆由此也。就或宁邪，道言恐干，犹当轻懒，增而之善。谄巧四职，祸乱圣听，上望闻告，使之所由。若信有罪，当垂三用；若不改误，记功减将，当在八役。而前军四袭，大兵焉至五，割长驱，冲击辽土，犬马饿死，况于人类。利民昧死，错入亡。师渊虽藩往，方临为代，由是圣恩，怅然众奔，既必奸臣角。至望嗣威虐，乃谓臣等曰：汉安帝建光元年，辽东属国都。魏庞奋授3月以为诏书，约收幽州刺史冯焕，玄兔太守姚光。推案吴以为诏书，遣侍御史幽州牧收考奸臣矫治者。今刺史或倘谬成矫治乎？臣等亦以为刺史兴兵，摇动天下。PG 261。待非矫治，必是诏命。渊乃抚养叹息，自伤无罪。身为土地所，以养人，切木古公帐册之奇，乃欲投冠世服，是归领路。臣等维持，视之以死，屯守府门，不听所职。而欺淫虎视，武不蛮。宜各怀素宝，不谋同心，奋必大呼，排门遁出。近郊农民。是其漏国伐兴至挺，改按魏鲁，兵士赴难，军旅行程，虽到夯火，死不顾生。渊虽见孤气，怨而不怒，彼遣斥军，勿得干。范及手书告语，恳策至诚，而立誓凶悍，不可解散，其余必命投死无悔。渊据立誓不从教令，乃公持物自往化解警，乃止之。一犯之会，匹夫所死，况渊累业信结百姓，恩着民心。自先帝初心，元济陛下，容渊累业，丰公义的册明褒扬，便者郎庙圣一举吕宋永铭文，以为口实。埋而觉之，古人所是。小白重耳衰世诸侯，由穆卓信以龙霸业。诗美文王。作服万邦，《论语》称仲尼去时存信，信之谓得故意大矣。今吴蜀共地鼎足而居，天下摇荡，无所统一。臣等每为陛下据此，唯心
渊据京城之故，仗和睦之名，国因兵强，可以横行。策云伟直，守死善道，忠至义尽，为九州表。方今二敌窥焉，谓知孰定，视之不戒，而渊是害。如柔兔刚，非王者之道也。臣本虽比，诚切齿之。若无天乎，臣一郡吉凶，尚未可知。若云有天，亦何惧焉？臣等闻事于家者，二事则主之，三事则君之。臣等生于荒异之土，出于龟斗之中，无大源于魏，是立于公孙。是报生与次，在于死力。习蒯通言直，汉祖摄其诸。正瞻辞，舜晋文元其死。臣等玩于不达大节，苟直一介，披露肝胆。言逆龙鳞，罪当万死。为陛下挥崇抚育，量其控告，使疏远之。臣永有保持。著六汉晋春秋曰：公孙渊自立，称少汉元年。文魏人将讨，复称臣于吴，起兵北伐以自救。吴人欲戮其使，杨波曰不可，是似匹夫之怒而捐霸王。PG 262之计也，不如因而后之，遣其兵前往以要其城。若未伐渊不克，而我军远赴，施恩结遐夷，亦盖万里。若兵连不解，首尾离隔，则我虏其傍郡，驱掠而归，亦足以治天之罚，报血囊是矣。权曰善。乃勒兵大出。魏渊使曰：请嗣后问，当从简。叔必与弟同休戚，共存亡，虽允于中原，无所甘心也。又曰：司马懿所向无前，身为弟忧也。初，渊家数有怪，犬冠则将衣上屋，吹有小儿争死赠中。襄平北服生肉，常为各数尺，有头目口会，无手足而动摇。战曰：有形不成，有体无生，其国灭亡。始度以中平6年据辽东，至渊3世，凡50年而灭。一著一位略曰：使渊兄晃魏公任子，在洛闻渊劫夺公位，魏渊终不可保，数字表文，欲令国家讨渊。帝以渊以秉权，故因而辅之。及渊叛，遂以国法系晃。晃虽有前言，既不作，然类以骨肉之渊破，则己从疾。渊守道，晃自审必死，与其子相对啼哭。时上意欲活之，而有司以为不可，遂杀之。张燕，常山真定人也，本姓楚。黄巾起，燕何惧少年未群。告在山泽贤转公，还真定西万余人。国临张牛角一起西，自号将兵从事，与燕和。燕推牛角卫帅，据公引逃。牛角未飞，时所中，被创且死，令西凤燕告曰：必以燕为帅。牛角死，西凤燕故改姓张。燕剽汉节素过人，故军中号曰飞燕。其后人西秦广、常山、赵郡、中山、上党、河内诸山谷皆相通。其小帅孙钦、王当等各以不惜从燕，西至100万，号曰黑山。灵帝不能争，河北诸郡被其害。燕遣人至京都起将，拜燕平南中郎将。一事后，董卓迁。PG 264天子于长安，天下兵数起。燕遂以其西与豪杰相结。袁绍与公孙瓒征冀州，燕遣江度长等助赞，与绍战，魏绍所败，人西烧。散，太祖将定冀州，燕遣使求左王师，拜平北将军。律西邑业，封安国亭侯，邑500户。燕薨，子方嗣；方薨，子荣嗣。二注一九州春秋曰：张角之反也。黑山、白坡、黄龙、左孝、牛角、五路、低根、苦裘、流石、平汉、大红、司隶、元成、罗氏、雷公、浮云、飞燕、白绝、杨凤、余独等各起兵。
大者2、3万，小者不减数千。灵地不能讨，乃遣使拜阳奉为黑。山校尉领诸山贼，得举孝廉祭立。后遂弥漫，不可复述。典略曰：黑山黄金诸帅，本非官盖，自相号字，为其白马者谓张白旗，为清洁者谓张飞燕，为声大者谓张雷公，其饶虚者则自称于低根，其眼大者自称李大木。张凡汉纪云：又有左校郭大贤，左资丈八三部也。著二路基晋惠帝起居注曰：门下通事令史张陵，非燕之曾孙。陵与赵王伦未乱，未及周年，位至尚书令，羼将军，封郡公。寻魏伦所杀。张绣武威祖立人，骠骑将军季族子也。边章韩遂未乱。凉州京城取胜袭杀祖立长刘眷。秀为县吏，贤四杀胜，郡内一之。遂昭和少年，为义中豪节。董卓败，既与李傕等及吕布，为卓报仇。与在卓传，秀随，既以军功稍迁至建中将军，封宣威侯。季屯弘农，士卒饥饿，南宫穰为刘石所中死。秀领其西，屯宛与刘表合。太祖南征，军遇水，秀等举西将。太祖纳季期，秀恨之。太祖闻其部，曰：密有杀秀之计。既漏，秀演袭太祖。太祖军败，二子没。秀还保穰，疑太祖比年攻之不克。太祖据袁绍与官渡。PG 265。秀从贾诩计，复以西将。与在许传。秀至，太祖执其首，与欢宴，为子君娶秀女，拜阳武将军。官渡之役，秀力战有功，迁破羌将军。从破袁谭于南皮，复增一凡2000户。是时天下户口减号，时才宜在珠江封未有满1000户者，而秀特多。从征乌丸，于柳城魏至薨，是约定侯。二子全嗣，作与魏凤谋反诛。国除。祝仪父子曰：秀有所亲胡车耳，勇冠其军。太祖爱其骁，见手以金与之。秀闻而疑太祖欲因左右刺之，遂反。吴书曰：秀将凌统用贾诩计，其喜军就高道，到由太祖屯中。秀又曰：车少而众，岂得使兵各备甲？太祖信秀，皆听之。秀乃言兵入屯，掩太祖。太祖不备，故败。祝二位略曰：武官将数因请会，发怒曰：君杀无兄，何忍持面示人邪？秀心不自安，乃自杀。张鲁自攻齐，沛国丰人也。祖父陵客属，学道古名山中，造作道书以惑百姓。从受道者出五斗米，故事号米贼。陵死，子恒行其道。恒死，鲁复行之。益州牧刘焉以鲁为都邑司马，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及汉中太守苏固，鲁遂袭丘杀之，夺其西。焉死，子张代立，以鲁不顺，尽杀鲁母家室。鲁遂据汉中，以诡道教名，自号师君。其来学道者，出皆名鬼族。授本道以信，好祭酒，各领不息，多者为至头大祭酒。耶教以诚信不欺诈，有兵自守其过，大都与黄金相似。诸祭酒皆作，一舍如金之庭传。又制一米肉，限于一舍，行路者量复取足。若过多，诡道者并之。犯法者3元，然后乃行刑。无制常例，皆以祭酒为制，民宜便乐之。雄据八，汉垂30年。遗汉末，力不能争，遂就崇鲁卫。PG 266。这明中郎将，领汉宁太守，通贡献而已。云有地中得欲应者，群下欲尊鲁为汉宁王。鲁公曹巴西言普见鲁曰：汉川之名，
户出10万，财富土沃，四面显固。上匡天子，则为还文赐，及窦融不失富贵。今承治蜀志，士卒斩断，不凡于王。愿且不称勿谓获先，鲁从之。韩遂、马超之乱，关西民从子午，古奔之者数万家。注一点略曰：西平中妖贼大起，三府有洛药。光和中，东方有张角，汉中有张修。洛药教民免逆法，角为太平道，修为武斗米道。太平道者，施持9节杖为扶助，叫病人叩头思过。因以符水饮之，得病或日浅而愈者，则云此人通道；其或不愈，则谓不通道。修法略于角童，加施进士，使病者处其中思过。又使人为监令祭酒，祭酒主以老子5000文，使都席，号为监令。为鬼力，主为病者请导。请导之法，书病人姓名，说服罪之意。作三通，其一上之天者山上，其一埋之地，其一沈之水位。之三官手书，使病者家出米5斗以为常，故号曰5斗米师。10无益于治病，但为淫妄，然小人昏于尽共视之。后剿被诛，修义亡。及鲁在汉中，因其名性行修业，遂增视之。教使作义，舍以米肉至其中以止行人。又教使自饮，有小过者当治道。百步则罪除。又依月令，春夏禁杀。又禁酒，留一祭在其地者，不敢不奉。陈松之谓张修应是张衡，非典略之师，则传写之物。建安20年，太祖乃自散关出武都征之，至阳平关。鲁豫举汉中将，其地颤不肯，率悉数万人据关坚守。太祖攻破之，遂入蜀。一鲁闻阳平已陷，将击丧归降，普诱曰：今以破网攻必清，不如依杜贯、杜护复蒲湖相拒，然后 PG 266委直攻必多。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，左右欲西烧宝货仓库。鲁曰：本欲归命国家，而意未达。今之走避瑞丰，非有恶意。宝货仓库，国家之有，遂封藏而去。太祖入南郑，甚加之。又疑鲁本有善意，遣人未遇。鲁晋江家出，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，代以克礼，封郎中侯1万户，封鲁五子及严普等皆位列侯。二位子彭族娶鲁女，鲁薨，谥之曰元侯。子父嗣。3著一位名臣奏载董昭表曰：武皇帝乘凉州从事及武都匠人之辞，说张鲁义功，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，不可守也。信以为然。及往邻旅不如所闻，乃叹曰：他人商度少如仁义。攻阳平山上诸屯，既不识拔，士卒伤夷者多。武皇帝一举便欲拔军截山而还，遣故大将军夏侯惇、将军许褚呼山上滨海。会前军未还，夜迷惑，误入贼营，贼便退散。是中兴、皮、刘烨等在兵后，与惇、褚、严官兵已据得贼要屯，贼已散走，犹不信之。惇遣自荐，乃还白武皇帝，进兵定之，信而克获。此尽是历世所知。又扬记表曰：武皇帝使征张鲁以10万之息，身亲邻旅，只受方略，因救民卖以为军粮。张粲之手盖不足言。避嫌守义，虽有精兵虎将，是不能失。瑞兵3日，欲抽军骸，言做军30年，一朝耻与人，如何？此计已定，天作大位，鲁守自坏，因以定之。是语曰：卢前5官院将，帝忏衡山筑阳平城以拒，王师不得进。卢走巴中，军粮尽，太祖将还。西曹院东郡郭臣曰：不可。
鲁以降。刘使既未反，谶虽不同，偏西可攻。献军深入，以进必克退，必不免。太祖疑之，夜有野迷数千徒坏谶营军大惊。夜，高作等物与谶西域作等多名鼓角会西。谶惧，以为大军见掩，遂降。PG 267。祝二臣松之以为张鲁虽有善心，邀未拜而后降，今乃宠。1万户五子皆封侯过矣。洗早耻曰：鲁欲称王，而言普见。只知今封普位列侯，夫赏罚者，所以惩恶劝善也，苟其可矣。民鬼训于物，无远近忧深矣。今言普见鲁勿王，而太祖追封之，将来之人孰不思顺？在其本源而莫留自止，其此之谓与？若乃不明于此而重交滥之功，封爵后赏止于死战之事，则名利于有。乱俗尽于杀伐，祖兵仗力，干戈不及矣。太祖之此封，可谓知赏罚之本，虽汤武居之，无以加也。魏略曰：黄初中，曾普决议在李寝中，后10余岁病死。晋书云：西戎司马延纂，普孙也。注3魏略曰：刘雄明者，蓝田人也。少以采药涉猎卫士，常居覆车山下，每晨夜出行云雾中，以示道不迷而识人因。谓之能为云雾。郭李之乱，人多救之。建安中附属州郡，州郡表见为小将，马超等反，不肯从，超破之。后议太祖，太祖执其守卫之曰：孤方入关，弄得一神人，即倾血。乃后李之表拜魏将军，遣令迎其部党。部党不欲将，遂结以反。诸王命皆往依之，有悉数千人，据武关道口。太祖遣夏侯渊讨，获之，雄名南奔汉中。汉中破，穷无所知，乃复归降。太祖捉其须曰：老贼真得如矣。复其官，喜渤海，时又有成营。侯选、李堪皆河东人也。兴平之乱，各有西1000余家。建安时6年，并与马超合，超破走，堪凌臣死。营选南入汉中，汉中破，议太祖将皆复官爵。平曰：公孙瓒保京，坐待一灭。度残暴而不竭，冤仍业矣。宰兄低族复其族也。豪谦昏乱而忧死，张扬受首于臣下皆。永据州郡，曾匹夫之不弱，故无可论者也。晏、秀、卢舍群盗，叶功臣去为王，保宗嗣，则与彼未遇焉。PG 268。三国志卷9魏书9。诸夏侯曹传。夏侯惇字元让，沛国谯人，夏侯婴之后也。年14就师，学人有入其师者，惇杀之，由是以猎器闻。太祖初起，惇长为皮将，从征伐。太祖行奋武将军，以惇为司马别屯白马。谦折冲校尉，领东郡太守。太祖征陶谦，留惇守濮阳。张邈叛，迎吕布，太祖家在鄄城，惇亲军往复，是与部会交战。部退，还遂入濮阳，袭得惇军辎重，遣将卫将共执持惇，则以保。或惇军中震恐，惇将韩浩乃勒兵屯惇营门，赵军立诸将，皆安甲当步不得动，诸营乃定。遂议惇所斥持职者曰：庄等凶逆，乃敢直结大将军，复欲望生邪？且无受命讨贼，宁能以一将军之故而纵辱乎？因涕泣谓惇曰：当奈国法何？卒。召兵及持职者，持职者惶惧叩头，言：我但欲起资用去耳。好数则皆斩之。惇既免，太祖闻之，谓号曰：钦此可畏。万世法，乃着令自今以后有持职者，皆当并疾，勿移职。
由是节止者遂绝。太祖自徐州海敦从征吕布，为刘石所中，伤左目。复领陈留济阴太守，加建武将军，封高安乡侯。10大汉黄重启敦乃断太守水作皮，身自覆土，律将士劝种道。云赖其力，转领河南尹。太祖平河北，为大将军后拒，夜破，迁伏波将军，领尹如故，使得以便宜从事，不居科制。建安12年，陆敦前后宫，增封1800户，并前2500户。21年，从征孙权还，使敦都督26军留居巢。自极乐名畅，令曰：魏将以何荣之功，犹受金石之乐，况将军乎？20 PG 269。4年，太祖军击破吕布军于磨皮，赵敦常与同载特见亲。众出入沃内，诸将莫的比也。拜前将军、都诸军还寿春、喜屯赵陵。文帝即王位，拜敦大将军，数月薨。敦虽在军旅，亲迎师授业，性清简，有余才者以分师。故卒资之于官，不治产业。谥曰忠侯，子冲嗣。帝追思敦公，欲使子孙毕侯，分敦1000户，赐敦妻子2孙爵皆关内侯。敦帝廉，及子毛素赐封列侯。初，太祖以女妻毛，即清河公主也。毛利，魏世忠，尚书安西镇东将军，嫁节。冲薨，子义嗣。义薨，子少嗣。韩浩者，河内人，即沛国使涣与浩聚以忠勇显。浩至中护军，涣至中领军，皆掌进兵，封列侯。夏侯渊自妙才敦族弟也。太祖居家，曾有县官事渊代，迎重罪，太祖营救之，得免。太祖起兵，以别部司马齐都尉，从迁陈留颍川太守，即与袁绍战于官渡，行都军校尉。绍或使都兖豫徐州军粮，时军食少，渊传馈相继，军已复。镇昌时反，遣于禁击之，未拔。复遣渊与晋并立，遂即使将其10余屯，使役晋将。渊还拜典军校尉。济南、乐安、黄巾、徐和、司马炬等攻城，杀常利、渊将泰山，其平原郡兵籍。罢破之，斩和平诸县，收其粮谷以给军士。14年，以渊位，行领军。太祖征孙权还，使渊都诸江及庐江叛者雷续，续破。又行征西护军，都徐晃及太原贼，攻下20余屯，斩贼帅伤要，屠其城。从征韩遂等，战于渭南。又都诸临平于糜，水干干。第一，与太祖会安定，将杨秋。17年，太祖乃还业，以渊行护军将军都诸陵、陆昭等。屯长安，击破南山贼刘雄，将其众。为遂超余党良心于户，拔之，斩心，封博昌亭侯。马超为凉州刺史，为康于纪。渊救康，未到，康败，去计200余里，超来逆战，军不利。水干干 PG 270，逼反，渊引军还。19年，赵渠、尹奉等谋讨超，将续起兵虏，诚以应之。渠等决说超，使出急续，于后尽杀超妻子。超奔汉中，还为岐山。续等即求救，诸将议者欲须太祖节度。渊曰：公在业，反复4000里，彼报续等必败，非救急也。遂行，使张合都部骑5000在前，从陈仓峡道入，渊自都梁在后。合至渭水上，超江堤，枪数千逆河。未战，超走，合进军收超军器。谢渊道诸县皆己将，韩遂在险清，渊欲袭取之，遂走。渊
收遂军粮，追至略阳城，去遂20余里。诸将欲攻之，或言当攻兴国堤。渊以为遂兵精，兴国城固，攻不可卒拔，不如及长。离诸羌，常离诸羌多在遂军，必归救其家。若舍羌独守则孤，就常离官兵的于野战，可避卢也。渊乃留都将守辎重，轻兵部。其到常离，攻烧羌屯，斩获其众。诸羌在遂军者，各还种落。遂果救常离，与渊军对陈。诸将见遂众，恶之，欲结营作欠乃。于战，渊曰：我转斗千里，今复作营欠，则士众罢弊，不可。9贼虽众，亦与耳。乃鼓之，大破遂军，得其金徽，还略。杨晋军为兴国，帝王千万逃奔马超于众将，转及高平屠各，皆散走，收其粮谷牛马。乃驾渊节。初，包罕宋建因凉州乱，自号何守平汉王。太祖使渊率诸将讨见，渊至为包罕，越于拔之，斩剑及所至丞相以下。